2025年優質專利巴士路線選舉，總共有299位網友投票嘅呢一次選舉，又有邊10條巴士路線最後能夠成功跑出呢？今日就帶大家一齊睇下今年嘅10大優質巴士路線啦。話說有間公司諗住幫佢旗下嘅船公園同埋數字地帶打造成一個親子文青遊樂打卡園，大班文青鬼得閒山長水遠嚟你呢度打卡咩？去都去晒荃灣啊、荔枝角呢啲地方啦，呢條線仲要喺九龍停晒啲鬼影都冇隻嘅地方，佢就係第10位九巴230R。喺2024年2月3日開辦，來往馬灣柏恩路同埋九龍站，途經南昌站。你停得九龍站同埋南昌站，咁點解我唔搭埋去青衣站先轉巴士入馬灣呢？近年都好興升級包裝，其實真係啲好 cheap 嘅嘢，但係就扮到佢好高級，然後再收到佢貴一貴。最經典嘅莫過於係九巴嗰啲兜巴升級專線，收貴一半去打劫大家嘅荷包。而呢間公司都深明呢個道理，就諗住將蛋撻線1號升級做卵之果子。其實呢條線除咗某啲位之外，同1號其實都冇乜分別㗎。佢就係第9位城巴1M，喺2022年5月15日開辦，來往會展站同埋黃泥涌峽嘅循環線，途經灣仔同埋跑馬地。嚟緊呢條線仲會拉埋去港澳碼頭，幫中上環班客齊升級。我哋日後可能見到嘅唔再係叫做蛋撻，而係卵之果子噶啦。大家都要做定心理準備，俾多啲錢啊！家陣巴士路線招標都可以招到黑米。2個新界大招標區各自嘅最大嗰條水都俾九巴同埋港鐵搶走咗，加城巴嘅腳頭真係唔係好掂啊！結果就俾翻呢條線當係可憐下佢咁啦。而呢條線就係第8位城巴50M，喺2022年7月17日開辦，來往和田村同埋屯門站嘅循環線，途經屯門醫院同埋良田區。不過呢條路線其實都真係同拆船冇分別㗎。除咗返學時段之外，都冇人理佢。如果交通界都有 call 窿呢樣嘢，城巴都不知幾想還返條線出嚟啊！近日某間公司想做大旅遊路線，而歸為香港1號，呢條線竟然搞到咁霉。依家成日都話要世一，又乜一，又要做第一，咁呢條線一定係沉船第一嘅代表啦。諗住見人哋搞觀光巴士，搞到有聲有色，想食人條水，但又好想慳水，遲遲唔肯打開車頂，拉埋啲兜巴升級專線嘅車，趁佢哋日頭冇嘢做，走嚟行呢條線。而呢條線就係第7位九巴 HK1，喺2024年9月21日開辦，來往尖沙咀碼頭同埋黃大仙嘅循環線，圍住成個九龍轉一個圈。而結果兜巴升級專線亦變身做掃把升級專線，幫手掃走埋班遊客。但係依家開咗頂之後，應該有排都唔輪到佢喺呢個選舉入邊再出現啦。想當年某間公司嘅高層夢見到將軍澳南嘅光輝未來，見到當區嘅對外交通需求十分有潛力，可以做大塊餅喎。於是就將呢條線夾埋另一條同樣都係去九龍西嘅路線一齊搞全日服務，一嚟就用咗23部車，而呢條線仲要好懶醒咁玩全日定點15分鐘一班。點知呢條九龍東西線就成日脫班，仲要喺將軍澳行成8、9個字，乜光都甩晒啦。呢條線就係第6位城巴793，喺2022年8月21日開辦，來往蘇屋同埋將軍澳工業村，途經深水埗、旺角、九龍城、九龍灣同埋將軍澳南。以前收工時間走去塞九龍灣，都係為咗食埋班放工客啫。依家 X6C 又走嚟餐飯食，大家估下當年班高層有冇夢見埋呢樣嘢呢？喺呢次選舉入邊，有位網友提名一條路線嘅原因係唔知開嚟做乜，而呢條路線就真係要諗下佢開嚟做乜啦。既然呢間公司咁中意開埋晒啲東西線，不如呢條線就叫做搞乜東西線啦。第5位城巴43M，喺2014年12月28日開辦，
來往田灣同埋石塘咀嘅循環線，途經華貴、華富、域多利道同埋堅尼地城。有成條小巴58棟喺佢隔離，自己廢又要學人搶小巴客。學泰森 Yoshi 講返句，呢條線作為第5位，絕對唔係佢勁，係你哋廢啊！貴為港島模仿大師嘅東西快線，見當時 A12 收8蚊，食西環巴客食到舐舐脷，諗住今鋪喺地鐵通到嚟西環之前超前部署，實食冇黐牙啦！西環巴客一定會中意呢條快線啊！點知北角巴客嫌佢貴，而地鐵通埋去西環之後，太古西灣河巴客又嫌佢慢，完全唔知佢做緊咩客。第4位城巴 18X 喺2013年7月14日開辦，來往堅尼地城、卑路乍灣同埋筲箕灣，途經石塘咀、中上環、北角、鰂魚涌、太古同埋西灣河。呢嚿果然係攞模具去焗嘅吉士撻，仲要長期開家私運輸鋪幫手運燈。既然而家家私個小編都過咗檔啦，呢條線都係時候要過一過檔啦。車費5個半，全長13公里嘅平價東區流水港島東西線，唔係唔搭啊嘛？初新巴接手嗰陣，直頭當佢棄嬰咁處理，求其俾個12分鐘一班嘅班次就算數啦。咁點解港島明明有咁多條流水，唯獨是呢條會咁 hea 做呢？第3位城巴2號喺1933年6月11日開辦，來往港澳碼頭同埋西灣河嘉亨灣，途經中環、灣仔、銅鑼灣、北角、鰂魚涌同埋筲箕灣，一條隨時行足80分鐘嘅流水線，沿路幾乎個個站都停，但係每個站都係得小貓2、3隻。呢間公司有一個高層曾經講過，港島區嘅巴士路線仲平過嚿蛋撻。睇睇呢條線個價錢，再睇睇佢嘅客量啊！巴士公司見到盤數，一定激到爆血管啦！既然搭巴士可以仲平過嚿蛋撻，咁呢條線就可以話係奶晒撻。呢條路線好可能係由對面海公司派嚟嘅間諜劃線，開埋晒啲所謂特快嘅路線，但係實際上又冇乜點快過喎。唔知呢條路線係灣仔銅鑼灣去西環特快啊，定係淨係中環去西環特快呢？第2位城巴 5X 喺1997年5月19日開辦，來往堅尼地城同埋銅鑼灣威菲路道，途經中環同埋灣仔。當年西環仲未有地鐵嘅時候，呢條線仲可以靠中環去執到一班轉地鐵嘅乘客，而地鐵通到落嚟西環之後，原本用嚟接駁地鐵嘅乘客即刻倒返晒落地底，而灣仔、銅鑼灣班客又嫌你慢，星期6日甚至可以耐到半個鐘先一班，根本就係你搭地鐵可能已經到西環，我仲未上到5X啊！第1位唔講咁多啦，又係佢啊！城巴 20A 喺2020年7月20日開辦，來往高鐵西九龍站同埋啟德郵輪碼頭，途經尖沙咀、油麻地、旺角、九龍城同埋啟德跑道區。20A 不愧係我哋呢個頒獎典禮嘅主人翁，連續4年都獲得第1名，票數遠遠拋離其他對手。究竟呢條路線有咩魅力，令大家都咁情有獨鍾呢？2021年，當年某個城巴高層諗咗一條絕世好橋，就係將呢條線夾硬改道，諗住去食鬼，點知就俾人食鬼咗，仲樣衰過今屆曼聯同埋某位失足墮海嘅知名男歌手。只不過呢間公司又真係幾有專業精神喎，完全冇放棄過呢條路線，對佢嘅愛始終如一。客量持續低迷都唔緊要，仲要繼續幫佢提升服務。喺2023年，因應政府有意改善啟德郵輪碼頭對外交通服務，呢間公司決定將佢對 20A 嘅愛發揚到兒童醫院同埋郵輪碼頭。既然有10架車執笠，就梗係開返16架啦。所以呢啲絕對唔係啲咩投資失利，而係對交通服務嘅專業精神。佢啲票數咁勁，唔知係咪想下年攞埋交通路線終身成就獎呢？睇晒今年嘅10大優質巴士路線，呢條片都去到呢度為止啦。呢個交通生活頻道，我哋下條片再見啦。